港深同心，精彩同行。2025年12月5日，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喜迎 LPC 和新家園康養體驗團。香港後生，精彩同行，在洪思密院長助理的帶領下，體驗團成員首先走進醫院，全面了解了醫院小兒眼科、綠光矯正、白內障、青光眼等9大核心科室的特色技術與服務優勢，對醫院的專業佈局有了直觀且深入的認識。隨後院方代表洪思密率先致歡迎辭，對體驗團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，並詳細介紹了普瑞眼科集團的品牌實力、醫療團隊與核心技術、行業影響力，以及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的發展歷程，讓與會者深切感受到醫院的專業與溫度。新家園代表 Franklin 基金會代表 LPC CEO 相繼致辭，暢談了此次參觀體驗的期待，以及雙方在康養領域開展合作的美好願景。體驗團其他成員依次介紹了自己的身份、負責的工作領域，以及對眼健康康養事業的關注方向。現場氛圍熱烈。交流結束後，體驗團分批次在1樓完成體檢，前往3樓體驗乾眼 SPA 分睛，專業醫護全程陪伴指導。此次活動搭建了港深康養交流橋樑，彰顯了醫院的專業實力與人民關懷。未來，醫院將持續為港深市民眼健康保駕護航。